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2月3号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，18节到19节，以赛亚书第30章19节到26节，使徒行传第13章16节到25节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盼望。盼望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期待，除非有些人他遇到了一些围绕自己他无法解脱，而且也找不到任何援助。在社会新闻当中，我们时常看到有坠楼的报道啊，自杀的事件的发生啊。昨天下午，牧师在主持教会一位弟兄安葬礼拜的时候，就看到礼仪社的同工接到了一通关于处理跳楼事件死者的礼仪工作。可见社会上没有盼望的人还是相当的多。我们应该是说，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求或是等候盼望，但是有人无法得到解脱，获得合理的解释，因而感到失望。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追求盼望的人大多数是因为生活在某个程度的困境当中，因此盼望着生命能够得到改变。但是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是否找对了盼望呢？被掳的以色列人当然是走在绝望之中，因此他们盼望着上帝赐下怜悯与救恩给他们。以赛亚先知这样说道：我们的上帝说，你们要安慰我的子民，要安慰他们，要鼓励耶路撒冷的人民，告诉他们，他们的苦难已经够了，他们的罪已经蒙赦免了。我上主已经彻底惩罚了他们的罪。说到这里，先知的话是安慰，但是还听不到，也看不到其中的盼望。到底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所要传达的是什么呢？以赛亚先知所要传达的不是他自己的话语，不是高举自己的，而是高举那即将要来的救恩。他说，有一个声音喊说，在荒野为上主预备道路，要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开辟大道。每一个山谷都要填平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低不平之地要成为平坦，崎岖的地表要成为平原。那时候，上主的荣耀要显示出来，全人类都要看见上主这样宣布了。有一个声音喊说，去报消息。我问，报什么消息？要宣布，人人像草芥一般，他们的美丽像野地的花。上主吹起一阵风，草就枯干，花就凋谢，人跟花草没有两样。草会枯萎，花会凋谢，
但是我们上帝的话却永不改变。上帝的话永不改变，他的应许必然实现。但是人们，以色列人们，基督徒们，必须要预备主的道路，让心灵的荒漠为主开辟大道，使崎岖的山冈都不再高低不平。让我们的心灵预备栽种主所赐救恩的种子。明天是代降节的第2个主日，是预备信心，这是这个礼拜的主题。那上个主日是第1个代降节主日，它的主题是期待，是盼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盼望，就需要先预备自己来领受上帝的救恩。进入代降节的时期，你是否预备好了？因为主借着先知以赛亚这样说：耶路撒冷啊，要登高山，报好消息；西安啊，要大声呼喊，报好消息，要大声喊叫，不要害怕。告诉犹大的大小镇，你们上帝就要来的，至高的上主要带着权柄来临，他要用全能治理天下，他要奖赏他们，他要拯救他们，他要像牧羊人牧养羊群，他要聚集小羊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他要慈祥地带领牧羊。无论我们是传扬者或是小羊群，我们都必须要预备好自己，被主所用或领受救恩，进入主慈爱的怀抱。施洗约翰在当时受到欢迎，并且受到犹太教基本的尊重，但是至少他们对他不敢太不礼貌吧。但是施洗约翰从没有借此来自视为高，反倒承认他自己的卑微，并邀请以色列人要悔改，要等候，要预备迎接将来在他后面的那个盼望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圣经记载，约翰引先知以赛亚的话回答说：我就是在旷野呼喊的声音，为主修直他要走的道路。要在这个面对法利赛人质问的时候，约翰就回答说：我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当中的，你是你们所不认识的，他在我以后来，我就是替他脱鞋子也不配。看来犹太人以及法利赛人仍然没有预备好，他们仍然走在没有盼望的这个当中。或许他们会说，我们在期待将来的弥赛亚，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盼望。对于这样的一个盼望，这些以色列人、犹太教的人却是拒绝的。拒绝的人当然就没有盼望啊，就收不到，如同我们之前讲过的救恩跟福音，就如同礼物一样，接受的人才能拥有，拒绝的人就与救恩无关，没了盼望。
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，18节到第19节。上帝啊，求你把公正教导的君王，求你赐给王子你的公义，这样他就会以正义治理你的子民，以公道对待被压迫的穷苦人。愿全国享受太平，愿全民共尝正义，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，愿他救援贫苦无助的人，并打击欺压他们的人。只要太阳照射，月亮发光，愿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。愿君王像雨下在草原上，像甘霖滋润的大地。愿他在位的日子正义伸张，在有月亮的岁月，国泰民安。要颂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唯有他成就的奇妙的事。要永远颂赞他荣耀的名。愿他的荣光弥漫大地。阿们，阿们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盼望，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，使我们脱离凶恶。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在你的光明下跟随你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